一個50歲嘅本澳居民患上肝硬化到香港就醫，由於唔係香港居民，唔能夠接受當地屍肝移植手術。佢嘅家人希望香港或者澳門有血型合適嘅人士可以聯絡佢哋。蕭祖兒長期患高血壓，去年年尾因為肝硬化同埋膽石導致腹痛而入醫院檢查，6月尾病情惡化，從山頂醫院到香港瑪麗醫院就醫。當時醫生建議進行親人肝臟移植手術，蕭祖兒嘅兒子血型吻合，但係因為肝脂肪過多而唔適合進行手術。蕭太指丈夫目前因為肝昏迷情況危殆，需要換肝先可以延續生命。我先生個血係 A 加血型咯，或者係 O 型或者 A 型嘅血型人士咧，希望佢哋能夠捐出佢身體嘅活肝一部分俾我先生，盡快做手術咯。蕭祖兒一家4口住喺澳門，有一名25歲嘅兒子同埋11歲嘅女兒，曾經喺航空公司同埋銀行工作，近年因為病而冇工作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陳麗文報道。